你好，歡迎你返到嚟呢個專注於製作粵語 podcast 嘅頻道。我呢一個頻道係方便你響通勤嘅路上邊，又或者做家務嘅時候，又或者瞓覺之前想聽下聲音節目嘅時候，可以打開嚟聽，唔需要望住。如果你都鍾意呢個模式，歡迎你訂閱我。呢一集係同大家講一單發生喺四川嘅真實奇案。事發喺2010年，四川達縣，有位50幾歲嘅獨居農村漢叫做陳世平，佢係一個低收入家庭嚟嘅，為人老實本分，同佢叔叔相依為命，一世都窮到連老婆都娶唔到，平時同人冇結怨，街坊個個都對佢讚口不絕，亦都話佢絕對唔會同人結仇嘅。但係有一日嘅下晝，街坊發現陳世平死咗響自己張床上邊，死狀極之慘烈，頸同埋頭部被人斬咗好多刀，傷口深到見骨。警方到場調查，首先排除仇殺同埋劫財，因為死者屋企一窮二白，根本就冇值得人搶嘅嘢，殺人動機完全撲朔迷離。現場就淨係剩低咗幾樣可疑嘅證物，一把屋企本來已經有但係染咗血嘅刀，一把黃色嘅遮，一隻灰色嘅皮鞋，仲有一件深灰色嘅外套。死者嘅親戚話從來冇見過陳世平用呢幾樣嘢，肯定係兇手留低嘅。警方即刻覺得唔對路，兇手殺完人仲可以從容換晒一身衫，絕對唔係普通鄉下嘅賊佬，一定係有案底，好有反偵查意識嘅。正當警方勘察緊現場之際，死者嘅叔叔突然大叫，佢話屋企前幾日先殺好嘅豬，而家連豬蹄、排骨通通都唔見晒。大家都覺得荒誕到極點，兇手竟然只係為咗幾隻豬蹄、幾條排骨，就狠心咁樣殺死一個無仇無怨嘅老人家。警方判斷呢一個犯案者經濟應該係好拮據，屬於平時偷雞摸狗嗰種市井小賊，層次唔高，但係心腸極之狠辣。四川達縣嘅警方即刻成立咗專案小組，周圍鄉鎮逐家逐戶走訪排查，好快就整理出3條關鍵嘅線索。第一條，案件當日下晝1點，有一位鄉下嘅婦人見到一個30幾歲嘅男人攞住把黃色嘅遮響路邊徘徊，仲問人哋腰塘點樣行，而腰塘正正就係死者陳世平住嘅村莊。第二條，下晝3點，一個礦工揸住電單車入城，半路遇到一個中年男人想搭順風車，嗰個人手入邊攞住一個滲緊血嘅蛇皮袋，自稱入街市賣豬肉。當日落住微微雨，佢聽到對方講本地嘅鄉音，礦工就冇多疑心啦，好心就車埋佢入去縣城入邊。警方跟住線索去到男人落車嘅大型農貿市場，呢個市場每日嘅豬肉交易量極大，靠普通問話根本揾唔到線索。就響毫無頭緒嘅時候，隔籬2檔賣豬肉嘅老闆喺度傾緊偈，內容就引起咗警方嘅注意。其中一個老闆話，前一日遇到一個男人拎住個蛇皮袋，以極平嘅價錢賣咗4隻豬蹄、2片排骨，啲肉仲好新鮮嘅。臨近過年，豬肉大升價，個男人完全唔識行情，所以老闆印象極之深刻。警方即刻問個男人個樣嘅特徵，老闆就話記得大概係30幾歲，面色好差嘅，攞煙出嚟嘅時候仲跌咗一支針筒出嚟，睇落十足十癮君子。一聽到吸毒2個字，警方即刻通晒，為咗毒癮，為咗籌毒資，呢類人可以冇人性，就算係無辜長者都可以落毒手，甚至連親人都唔會放過。隨後警方就攞咗70幾名有吸毒案底嘅人士嘅相出嚟，
揾咗嗰位村婦、礦工同埋豬肉檔老闆嚟認人。3個人分別都認出同一個人，嗰個人就係唐明月，37歲，達縣金壇鄉南泥村人。於是警方就即刻上門拉人，點知去到嘅時候，先聽到一個好震驚嘅消息：唐明月早就喺12月22號已經自殺身亡，而陳世平遇害嘅係12月24號，亦即係話兇手2日之前已經死咗。更加離奇嘅係，成條村嘅街坊、唐明月嘅屋企人個口徑都係一致嘅，都話親眼見過唐明月嘅屍體，22號過身，25號正式落葬，幾十個人都可以做證，幫佢剪頭髮噶啦，入棺噶啦，抬棺噶啦，都話死者就係唐明月本人。成件事情突然間變得好懸疑，一個已經下葬嘅死人，點樣可以2日之後走去第2條村度殺人呢？時間巧合得太過刻意啦，成個死局直情好似係特登鋪出嚟嘅煙霧彈，就係想避開法律嘅追究。警方越諗就越覺得事有蹊蹺，決定深入刮唐明月嘅背景身世。唐明月屋企有5兄弟，排行第4。細個嗰陣時最聰明最醒目，屋企人從來都最錫佢。長大咗之後，佢入過軍隊，後嚟因為偷盜被部隊除名，冇學歷冇手藝，唯有就係跟鄉里落去廣東揾食。去到大城市燈紅酒綠，唐明月染上咗毒癮，初初仲可以自控，唔偷唔搶，勉強過日子。但係隨住毒癮越嚟越深，根本就負擔唔起吸毒嘅使費，唯有返鄉下，將貪墳嘅手向父母同埋兄弟姊妹伸出。當初唐家都幾有錢，父母一路都縱容忍讓，以為只係行差踏錯，遲早都會浪子回頭。點知唐明月越變越離譜，有錢就偷錢，冇錢就偷鍋偷米，屋企搶唔到呢，就走去二哥養豬場嗰度偷豬，短短2-3個月偷咗成100幾隻豬，當時市值成20幾萬。於是二哥唯有將養豬場嘅鐵門加硬加固，點知唐明月毒癮起嘅時候力大無窮，夾硬將鐵門拆咗，拎咗去賣廢鐵。2年之內令到二哥損失慘重，響屋企人身上都揾唔到着數啦。唐明月就開始出街揾路人落手。2005年因為搶劫罪被判入獄6年，後嚟表現良好，提早出獄。去到2010年12月22號傍晚，二哥養豬場傳出一聲淒慘嘅大叫，場內工人即刻話俾二哥知道，話個癮君子細佬又唔知喺度搞乜嘢啦。二哥趕去豬場2樓空置嘅房間，發現地上邊瞓住一具滿身鮮血嘅屍體，直覺以為係唐明月自殺。因為唐明月向來惡作多端，二哥根本冇認真檢查屍體嘅樣貌，望都唔願多望一眼，即刻就通知屋企人，仲使咗1萬幾蚊請人用布包裹住屍體運返鄉下，擺靈3日就草草落葬啦，連報警都冇諗過。屋企人甚至覺得佢死咗反而係一種解脫，唔使再幫佢收拾爛攤子。其後警方去到養豬場，發現所謂自殺嘅房間已經被打掃得乾乾淨淨，大部分嘅證物都被燒毀，剩低牆上面零星噴濺血跡，根本就唔符合自殺嘅傷勢痕跡。警方問幫手辦後事嘅鄉民，人人都話死者死狀好慘，成面都係血，根本認唔清楚個樣。而大家之所以一口咬定係唐明月，
只係因為屋企人係咁樣講，同村嘅人又唔熟，二哥自己亦從來冇認屍，主觀以為一定係佢。警方即刻懷疑棺木入邊嘅根本就唔係唐明月，但係冇實證就要求開棺驗屍，實在於理不合，唯有擴大範圍調查。但係幾日落嚟都係一頭霧水，直到12月28號，派出所接到單新嘅報案，一位鄉下婦人求助，佢話老公李雄響22號出門之後，從前就失蹤唔見人。警方一聽到個日期，個心即刻沉一沉，跟住問佢老公識唔識得唐明月。呢個婦人話唔但止識，唐明月仲欠咗佢哋屋企幾千蚊。當日正正就係唐明月打電話約李雄出去講數，一出門就從此人間蒸發。有咗呢啲新嘅線索同埋人證，警方再一次同唐家商量，要求開棺驗屍。初初屋企人極力反對，後嚟要經過多番勸解先至肯妥協。但係佢哋表明，當初係可以幫手下葬，之後係絕對唔會再參與，包括刮墳、開棺。於是警方揾咗啲鄉民協助去刮墳，仲有酬勞，所以大家自然都好賣力，好快就刮出咗一個好簡單嘅棺木。當時冬天天氣凍，加上鄉下唔興火化，所以屍體並冇完全腐爛。打開包裹屍體嗰塊布之後，報案婦人一睇啲衫褲已經覺得唔係，但係等到將屍體面上邊嘅泥跡、血跡洗乾淨之後，一眼就認出棺木入邊根本就唔係唐明月，正正就係佢失蹤多日嘅老公李雄。婦人當場崩潰，坐低喺度大喊。真相瞬間拆穿，唐明月殺死李雄之後，換上對方嘅衫褲，將屍體扮成自己，令全村嘅人以為佢已經死咗，用詐死嘅方法完美隱藏身份，逃避警方追捕。隨後，警方將唐明月列為高度危險通緝犯，隨時可依法使用武力拘捕。當時在場幫手收屍嘅村民仲笑住咁樣講：新刮嘅墳坑都唔使急住填啊，隨時有用。去到12月31號，有市民舉報喺縣城一間旅館附近見到唐明月嘅蹤影，警方即刻派便衣落去搜查。一入到條巷就見到有一個人瞓咗響地下喺度瞓覺，警員叫佢起身，幾聲都冇反應，行過去想搵佢起身，點知反轉個身先發現，竟然就係周圍搵極都搵唔到嘅唐明月，拍佢塊面都冇反應，伸隻手指去探鼻息，已經斷咗氣啦。經法醫鑑定，唐明月係吸毒過量身亡，無法確定係自殺定係意外。單案件去到最後，2名死者，兇手亦都離世，涉案嘅人全部都死無對證，警方只能夠還原推測當中嘅動機。唐明月預謀約李雄出去見面，借債務為由殺人換身份，詐死隱藏自己，之後逃亡期間毒癮發作，隨機揀咗毫無還手之力嘅陳世平落手，只係為咗幾斤豬肉變現籌款賣毒品。成單案件峰回路轉，詐死、頂包、隨機殺人、毒癮禍害，情節離奇到好似電視劇咁樣，但係最後都係一句老生常談：遠離毒品，珍惜生命。一念漸毒，不止摧毀自己，仲會連累無辜嘅旁人。今日案件就嚟到呢一度，如果你都鍾意我呢一個模式，請你訂閱我，俾個 like我，
留言同埋分享，多謝。